你若用本人的话，我讲我可能嘛不要紧。我即马吼学了足济下恁的台语，啊，而且吼老岁仔人若无法度啊，要买较济礼物吼，太无法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今仔日吼我咱吼拜托咱中国教会吼，较少年，无啦，即款的吼。 因为阮的国家吼的钱啊，恁的国家的钱吼无共款啦，咱小县也无效啦，免是啦。所以讲吼，我若是物件吼较实在啦，啊，这物件吼有足济啦，啊，较等者吼，我着请咱吼迄个美丽佮可爱吼的迄个啊主持人吼，甲咱斗分吼，分一寡咱遮圣诞的礼物吼，啊，互大家啦，啊，希望咱大家吼会通伫咧今年的圣诞节吼过了更加快乐，更加好。 啊，嘛会通对今年开始吼，即个圣诞节以后吼，含圣诞节迄天吼，嘛会通来咱中国教会吼，做伙来一只吼庆祝圣诞啊，迎来耶稣，啊会通吼日子过得更加好势吼。今仔日吼来到遮吼，我感觉足热的，因为阮本来迄边拢零下30几度啦，啊来到恁遮吼，同款的雪都无哦，这大拢咧流汗咧，足可怜的。 好，咱开始来分礼物。啊，高琼姐哦，这个圣诞老公公伊毋是驾那个麋鹿，伊是小黄。这个圣诞老公公是开小黄。无啦，你讲对，我坐高铁起来啦，我赶高铁咧，我。啊，伊对家己一直学台语学甲陈福路。圣诞老公公台湾最好的，所以即马住咧陈福路啦。那圣诞老公有带他的分身来哈，那如果还没有拿的话，可以拿他的分身哦。这哦，足水的，这伫阮的国家哦，买无当买，阮拢用送的尔。这是也无当买，这礼物吼拢小黄改来，所以这好食。所以讲拢唔免客气，吼，啊，咱开始，我先吼用安尼吼。 一个迄个用丢出去安咯，大家唱一下安尼哦，大家就。把手举起来就好，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手举起来，来，慢慢点，慢点来。手牵到比较好。对，对啦，对啦。 Happy New Year, wish a Merry Christmas, wish a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